诸佛心者，所谓佛也心是什么物件呢？他的心是什么呢？是大慈悲啊！慈悲主就是要众生快乐，悲是要甲斩除众生的痛苦。心拢是替别人的设想，为别人的考虑啊呢，为着别人的需要，伊的付出了，所以伊的福报是透天的。因为心中绝对无有个人的存在，伊无私人的存在，无，拢是受到大众。各位，这就是佛的心，心怀众生，护众如己，保护众生，敢若亲像伊家己安尼，甲疼惜甲保护，视民如亲，甲这百姓当作伊的亲人安尼。在座各位，这就是佛伊的伟大的所在。伊安怎牺牲伊的目睭，牺牲伊的脚骨，牺牲伊的手骨，伊就是甘愿牺牲，就是要互你快乐，减轻你的痛苦。佛就是用这种的精神来对待咱，所以今仔日伊的生活绝对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呢。一定要福慧双修，福报有够，而且智慧有基础，这两项拢齐全，最后人成佛了。佛的慈悲是无穷无尽的，是无量无边的大。佛的心是啥？是大慈悲。慈悲所言，伊这个慈悲所产生的原因是啥？为什么伊安尼这么慈悲呢？伊是安怎产生的啦？是什么因缘可以安尼有这么大的慈悲？是什么原因？各位。严苦众生，原因伫倒是因为众生的受苦啊，生老病死、六道轮回安尼，直直做罪作业，直直对落，愈来愈黑暗，由黑暗进入要更加黑暗，由痛苦进入要更加痛苦。佛祖不忍心，不忍心安尼，所以修尽办法，用尽一切，伊会当为咱解决的问题，伊完全毫无保留安尼付出。所以伊这个起因是啥？是因为看到这众生的受苦，伊不忍心。略见众生，伊若看到众生受苦恼的时阵啦，艰苦烦恼未断，伫拖磨，伫哀伤，无人可救，无人甲你解围。各位，这款的状况，伊看到众生是安尼伫受苦，如刺入心，敢若一个刺插伫伊的心的啦。各位，一个刺安尼甲射入伊的心内底，你甲看，伊是痛苦难当的对。佛的心呐，看到众生的苦恼，佛祖的心就是安尼，叫真写着感觉，真艰苦，真艰苦安尼，不忍心，不忍心安尼啊！伊修尽办法都要帮你解决，帮你处理安尼，这是佛祖的心，欲拔其苦，要甲伊拔除啊！紧的甲斩断，互这个痛苦会当结束，互你重新会当生活，重新会当起来。各位，佛心就是这款的状况。今日就这机会，互恁在座各位种，咱本来每一个众生甲佛祖的心是共款的，心佛众生皆有佛性，咱甲佛祖拢是共款的迄个本性，就是你的佛性是甲佛祖都共款。佛祖伊的条件，甲咱众生的条件是共款的。咱拢会当成佛，但是为什么人已经成佛？咱是众生，犹原是嗰啲凡夫，就像坠落伫恶道内底受苦，是为什么？各位，咱就是贪心、计较、嗔恨心、骄慢心、怀疑心，咱这种的心真重，失去真心。所以咱做罪作业，烦恼未断，咱内心未清净，无法度光明。所以咱拢去互这贪求的物件砍掉就对，所以咱才会受苦。今仔日咱若要来学佛，就看到佛祖是安怎修行，佛祖是安怎生活经过。咱知的时阵，咱就尽量要向伊学习。有一天，你若是按照伊所讲的、所做的、所想的，安尼好好去面对的时阵，改变你家己，自然咱对明心见性，甲佛祖一模一样啊。所以心佛众生皆有佛性，人人有资格成佛啦。大家拢会当成佛，佛祖开宗明义都甲你提醒，佛拢是大慈悲，袂甲众生结怨，袂去找众生的麻烦，一心都是为你设想，要如何互你得到永远的幸福，跳出这六道轮回，互你得到永久的快乐。处处为你我的打拼、的牺牲、的付出，佛都是安尼做的。所以咱今日是受佛的弟子哦，咱行这条路就感觉真欢喜心。咱要来甲佛祖同款，
有一天咱就当做佛啦。希望恁大家念佛来成佛，阿弥陀佛。